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嚟玩呢隻 game 叫我抽全隻抽，咁着上啲裝備先，同埋可以升級下英雄，佈陣。咁仲有個手衝禮包啦，有一隻超強英雄，有四個手衝禮包，仲有啲空籌禮包。咁我哋繼續放置打怪先，暫時其他功能都未開睇，咁唯有打住怪先啦。咁今日段片就到呢度先，拜拜。